叫观看取得大类，制造各种的概括作用。你到前面的头皮下叫二头皮，所以呢，你叫二头皮啊，多好。你去哪到哪了？所以呢，我们在打字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语法是在这个地方，单字、能力、见、单个个之间、一个开光或落。